大家好，我係全邁進心理服務嘅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Ivy。我曾經喺醫院工作，主要嘅服務對象係一啲受身體同埋情緒問題所困擾嘅成年人同埋老人家。因為身體健康同埋心理健康係息息相關嘅，所以我會處理一啲由身體問題，例如痛症所產生嘅情緒困擾。同時我亦都會處理其他嘅情緒困擾，例如抑鬱、焦慮、經歷親人離世嘅哀傷，同埋經歷創傷事件之後出現嘅心理創傷。因為每個人嘅需要都好唔同，我相信個人化嘅服務能夠發揮最大嘅療效。我會根據你獨特嘅情況同埋需要，靈活結合唔同嘅實證為本治療方法，例如認知行為治療、情緒導向治療、靜觀為本治療、眼動身心重建法。喺治療入面，你先係自己嘅專家，而我作為治療師，會俾一個安全、受接納同埋同理嘅空間你，陪你一齊去走入內心，了解你困擾背後嘅成因，探索呢啲困擾背後嘅情緒同埋諗法。透過梳理呢啲情緒同埋諗法，你會更了解自己，揾到情緒嘅出口。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